家子弟异地落地生根却不忘本，感动时刻。我们今天来到印尼，这一回我们的镜头记录客家人杨正明。杨正明在印尼开设人力中介公司，处处都可以看到他的用心。因此呢，雇主如果是客家人，他会教印尼人做一做客家菜；如果要找有客语专长的人到台湾工作，他就一定使命必达。所以他也成为了印尼政府推荐的人力中介机构。Mau jalan-jalan? Ayo siusi hasil sambung. Wong 认真的学习中文，这些来自印尼各地的女孩都是准备要到台湾工作的朋友，而第一步就是得在雅加达的人力中介机构里学习生活用语。要让学习更有趣，华文老师还会改编歌曲现场教唱。只是要营造优良的学习环境不简单，董事长杨正明下足苦功。也是升旗台，一个月有一次，给他们要全部庆祝生日。杨正明，台湾的客家人，为了让这些女孩到台湾能够马上上手，请来了老师教烹饪。这个是什么？如果雇主是客家人，老师也会教他们烧一手好菜，做出道地的客家味。梅干扣肉啦，我们都有教他们这样，因为客家的老太太老先生也会有的时候会那个对，有的会要求这样。妈我帮你联系。到台湾要懂得照顾老人家，护理知识也得了解。怎么样陪老人家散步才安全？这里从头教起。而要怎么样按摩帮助血液循环，或者是专业的抽痰要怎么做，都请来了专业的护理老师现场教。阿妈，嘴巴张开啊，嘴巴张开一下啊，好乖啊。就是类似我们在台湾要去过托福的用那个设备来。设备还不止这些，机构里还有像台湾托福考试的设备。这是为了要测验学生们的国语能力行不行，特别引进的器材。只是要离开人力中介机构，学生真的很舍不得。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要好好控制。要离乡背井，大家相拥而泣。知道这些朋友很辛苦，所以杨正明给他们优良环境，让他们可以做好万全准备。为了满足台湾的雇主，杨正明也强调量身打造。如果雇主是客家人，就会帮忙寻找有客语专长的印尼人。一步一脚印，杨正明的公司还成为印尼政府推荐的模范机构，为台湾争光。台印间的交流，客家子弟搭桥梁，处处用心，面面俱到。做客家菜，学客家话，为客庄生活做功课，也为印尼朋友打造希望。每次的出发，杨正明都像是守护一段感动时刻。